上帝用咗7日創造世界。間但韓男團 JYJ 朴有天嘅世界只係8日就已經被摧毀咗啦。第一日6月10號，一名24歲姓李嘅女子指控呢個月4號凌晨喺高級娛樂場所嘅廁所俾朴有天性侵，之後事主就改口話係發生咗關係，但冇強迫，撤銷控訴喎。第7日6月16號，一名20歲女子指舊年12月俾朴有天性侵，地點都係娛樂場所嘅廁所。有報道話個女仔又即刻報警㗎，但係冇幾耐亦都撤銷咗控訴喎。朴有天所屬嘅事務所2次都否認事件，仲話如果真係有，朴有天就退出娛樂圈喎。點知花生都未買得切，第8日再爆多2單。據韓媒講，第3名事主尋日提出起訴嘅。指前年6月11號先喺夜場識咗朴有天，把酒談心，把到返對方屋企，第2日凌晨就出事啦。今次都係發生喺廁所啊，朴有天屋企個廁所。而第4名嘅事主呢，韓媒就話時間係舊年嘅12月，地點又係娛樂場所嘅廁所。據知警方已經成立咗特別調查小組，好快就會召朴有天去調查噶啦。又知其實涉案受害人疑似有6個啊，可唔可以呢調查下點解朴有天次次都揀廁所嘅？有韓國媒體訪問咗首名事主，透露被朴有天咩之後呢，有黑道派人協助朴有天嘅事務所牽線同多次協商，但係由於對方拖延同埋反悔啦，所以傾唔埋欄。仲話朴有天嘅朋友當日出現侮辱佢啊！喺廁所做咗，我都嚟一次啊！搞到佢勁嬲豬，咪報警咯！又話已經向警方提供咗染有精液嘅內褲添噶啦。依家一身蟻，朴有天尋日就特登提咗半個鐘去江南區政務所服役返工。被傳媒有工作人員爆料，朴有天冇異樣，亦有人包括連廁所都唔敢去。大概下晝6點到收工，咩事都冇講就走咗啦。